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苗栗大湖乡的姜麻园社区。这里不仅是全国10大经典农村，还以盛产姜闻名。赶快来拜访种姜超过50年经验的刘大哥，看他们如何用姜推广社区文化。因为祖先到这边来开垦，就是带一些姜来这边种，因为这边的土质气候很适合种姜，种的姜品质很好，所以满山就种姜，所以地名就是叫做姜麻园。整个姜麻园有30多户人家，以前是很偏僻，那现在研发很多的姜的产品，像姜蜜饯啦、姜糖啦、姜饼啦、洗发乳、沐浴乳。这几年来，地方发展成为一个魅力农村，年轻人都返乡，有的开餐厅、民宿，种植水果，是不是还有活动，对不对？最重要就是姜麻节，年底的时候，11月份，姜已经收成，我们举行一个庆丰收。姜麻节是我们苗栗县一大盛事。从社区产销班到成立姜麻园发展协会，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的刘大哥，希望姜的好让外面的人也能看到，集结社区力量，研发各种姜的制品，不但把祖先带来的姜发扬光大，更推广姜黄的种植。在这里，一年4季都能吃到姜的料理。这个姜是不是小时候跟客家人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？息息相关的，对，因为那一个时候医学不发达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所以他带姜过来这边种植，可以祛风寒啦，车也是用丢推露露的啊，可以当菜的佐料啊，嫩姜也可以腌制来吃。所以以前客家的谚语有一句就是“走走是3片姜，我是路神很有饱”，意思是说吃了3片姜，对，每天早上你就吃了3片姜下去，身体就有一个抗体，就不会生病。路边的汉药帮都没有生意做啊，那是关掉很多。客家的饮食生活少不了姜，在姜麻园社区搭配在地的食材，把西虾跟土鸡入菜，美味的姜料理以及社区整体的营造，增加许多就业机会，青年返乡创业。涂大哥的好手艺，让我不仅吃到了姜的美味，也看到社区居民用心经营，推广姜的那份情。